Hello，大家好啊！新年快樂！又嚟到2026年啦。2026年咧，我哋今次咧特登同大家咧分享三大機會，同埋咧有一個一隻港股咧最近有機會咁樣同大家分享一下嘅。中意我哋影片記得 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我係陳刀仔啦。留意翻咧，我哋影片嘅內容只作教學用途，並非投資建議，大家衡量好風險咧先好做投資啦。呢個影片咧，我哋就會有兩個部分啦。第一個部分咧就根據翻我哋一啲數據，我哋系統嘅獨家嘅指標啦，去做一個最新嘅分析。第二個咧就係一啲股份嘅深度分析同埋操作嘅，千祈唔好行開啦。開始之前咧，同大家提醒翻，我哋下星期三咧有個免費嘅入門班，呢個捕捉牛市嘅入門班會送大家3個錦囊嘅。第一個錦囊咧就係乘坐長期趨勢嘅投資方法。第二個錦囊咧就係散戶嘅指標咧，韭菜線點樣去揾出潛力嘅倍升股。第三個錦囊咧就係獨家指標，幫助判斷牛市同埋熊市嘅。介紹翻自己啦，我係一個全職嘅投資者啦，亦都係財經書嘅作者啦，亦都係投資比賽冠軍嚟嘅。回報咧230%，贏過150萬。我哋嘅投資嘅理念咧就係為咗更加美好嘅生活。好多人問我咧係咪成日睇美股啊、睇港股啊，睇到瞓唔着覺咁樣。其實唔係，我哋嘅投資理念咧係唔睇即時嘅，盡量唔好俾市場嘅波動咧影響咗自己生活。每日咧只需要10至30分鐘咧就可以分析到大市嘅精要，從而咧做好我哋嘅投資。我亦都將呢個方法咧教咗超過500個學生啦，而好多學生咧都 send 翻啲圖俾我哋，話佢哋咧都越嚟越好個回報上面。上完我哋嘅課程之後咧，真係喺個市場上面咧揾到唔錯嘅機會賺多咗嘅，我哋都非常之開心。如果大家咧都想學識呢3個錦囊啦，可以參加翻我哋下星期三嘅捕捉牛市入門班。有3個錦囊嘅，乘坐一個長期嘅趨勢嘅投資方法啦。第二個錦囊咧就係散戶嘅指標韭菜線咧，點樣去揾出潛力嘅倍升股。第三個錦囊咧就用我哋指標咧幫助判斷牛市同埋熊市。好，事不宜遲，就即刻嚟到我哋嘅系統分析部分咧，同大家分享翻究竟呢個2026年咧係會有啲乜嘢嘅。暫時短線嚟講咧，有個開局如何啦？咁2026年嘅港股開局咧，其實相當唔錯嘅。頭一個交易日咧已經升咗500幾點。其實呢個開局上面嚟講嘅話咧，港股咧可以能夠喺1月初咧有一個好顯著嘅升勢咧，係非常之好嘅開局嚟嘅。因為通常喺歷史記錄上面嚟講啦，1月份港股咧都係會由頭行到落尾嘅。即係話如果交易嘅第一日或者第二日咧係升嘅話咧，之後好大機會咧都會升到尾嘅。如果係跌嘅話，亦都好大機會係跌到尾嘅。當然啦，有唔少嘅亦都有例外嘅。我哋可以睇翻。我哋先睇一啲開局由頭到尾嘅趨勢先啦。譬如話2016年嘅2016年港股咧1月4號係第一個交易日啦，先跌咗大概300-400點，然之後呢個跌勢咧係不斷延續啦，去到咧就算去到月尾咧都先有少少嘅反彈，但係成個跌勢咧係非常之一氣呵成嘅。1月份嘅走勢咧，好多時都係呢種典型格局啦。由第一個交易日開始帶起個節奏，然之後咧呢個嘅趨勢咧會延續到大概月中咧至到月尾嘅。又另一個例子啦，2017年啦，2017年嘅1月開局咧，其實佢都係一個升勢啦。然之後呢個升勢咧，其實都係不斷延續啦。2017年咧就係由月初咧係升到月尾嘅。亦都有好多嘅例子，所以咧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啦，有多少少去觀察港股經驗咧，其實都會發現咧，港股好明顯咧喺1月份咧都會有個大趨勢，而呢個大趨勢咧好多時候喺第一個交易日咧就已經開始展開嘅。好，我哋再睇另一個例子啦，就係2018年嘅1月份啦。2018年嘅1月份咧，又係喺第一個交易日咧已經咧係有一個好明顯嘅升勢。然後呢個升勢咧就不斷延續，直至到咧亦都係1月嘅月尾嘅。點解會係咁樣咧？因為咧港股嚟講咧1月份咧都係一個大波動嘅市況。而如果大波動嘅市況咧，往往咧淨係幾個交易日咧係行唔晒成個節奏嘅，所以咧個節奏咧就會用半個月嚟行。所以可以見到啦，無論係16、17、18年咧，都會有一個咧
由月頭行到月尾嘅節奏喺度嘅。嗱，咁但係咧講完一啲嘅節奏咧，亦都講一啲非典型嘅例子啦。雖然1月份咧好大機會係由月頭行到月尾嘅，咁但係亦都有一啲例子，譬如話2019年嘅1月份啦。2019年1月份咧，我哋細心啲睇啊，咁啊，我哋會係一個1月2號啦嘅開局咧，係先跌咗大概500點啊，甚至乎超過700點，然後咧去到1月4號咧，突然之間有個反轉。然後再升到去成個1月嘅尾，1月尾升到2月頭添嘅。咁啊，呢種嘅節奏咧，所以亦都係同我哋講咧，市場咧唔係咁容易，即係每一次咧都係咁容易去重複個歷史嘅。往往咧連續幾次人人都估到嘅時候咧，佢就會產生一啲變異，但係咧都係大變即係萬變不離其宗。其實1月份咧都係一個大波動嘅市況啦。如果1月份咧，係譬如話成個星期啦，1月頭去到1月尾，1月頭嘅頭一個禮拜咧，佢會行到一個上升嘅趨勢嘅話咧，咁好大機會咧，之後連續第二、第三個禮拜咧，都會跟隨住呢個趨勢。咁但係調翻轉，如果1月頭咧個趨勢咧頭一個禮拜咧都係收跌嘅話咧，咁好大機會呢個趨勢咧都係會延續到第4個禮拜嘅。咁我哋可以睇到呢幾個例子啦。咁我哋亦都係睇一個失效嘅例子啦。譬如係2020年嘅1月初啦。2020年嘅1月初咧，頭一個交易日咧，佢係升嘅。咁啊，而一個禮拜嘅交易日咧，其實佢係收跌嘅。但係你可以見到啦，2020年嘅1月份嘅第一個禮拜咧，其實嗰個走勢咧係比較冇好似2019年啊、2017啊、2016啊嗰種佢哋嘅走勢咧係非常之連貫嘅，反而係有好多波動性，先升後跌啊，先跌後升啊，冇一個一氣呵成嘅節奏嘅。咁咧，所以呢個咧就係其中一個變異嘅例子啦。咁我亦都可以留意翻啦。而嗰個大波幅咧就會喺1月尾咧就會行翻出嚟。咁所以總括嚟講咧，咁恒生指數啦喺1月頭咧有一個先升500幾點嘅走勢咧。好大機會咧，今年又係一個大趨勢嘅節奏啦。咁呢個嘅，但係我哋就要留意翻啦，究竟係好似2016啊、2017啦，由月頭行到月尾，定係好似2019咁樣，我哋會有個中間嘅轉折，然之後個走勢又會落翻去咧。因為我哋見到今次咧，其實港股嘅走勢咧，上面嘅阻力咧係有唔少嘅。咁如果我哋會見到一個由頭升到落尾嘅節奏咧，其實之後嘅波幅咧，會係比較收窄啦，同埋會係好少回吐咁樣，一步一步咧到達呢個大概27,000嘅。咁但係如果好似話2019年咁樣啦，係一個中途轉折嘅節奏嘅話咧，咁好大機會咧，我哋會見到咧喺未來嘅1星期咧，好大機會港股就會回翻落去25,800嘅樓下。咁好大機會咧，呢個只係一個假嘅突破。所以每年嘅年初咧，我哋雖然咧就可能仲未收拾心情啊，未開始去睇股市啦，但係股市咧已經靜悄悄行緊個方向啦。而呢個方向咧，可能比起其他月份嘅月初咧更加為之重要嘅。咁所以大家如果真係咧個投資組合會因為港股嘅波動咧而影響得好犀利嘅，就要分外小心啦。留意翻1月份嘅波動性係非常之強啦，喺相關嘅操作同埋風險上面咧都要好好咁小心留意一下啦。好，咁睇完呢個一啲走勢上面嘅節奏分析啦，亦都可以咧講下一啲指標上面嘅分析啦。我哋可以睇到咧，其實咧市寬啦，即係講港股有幾多隻股份高過自己50天線咧？喺1月2號之前咧，其實有一個牛背馳嘅情況出現嘅。咩牛背馳咧？就係話個大市上面咧，其實有好多股份咧，佢哋嘅走勢咧會比起大市指數好嘅。譬如12月31號啦，咁我哋可以睇到啦，市寬 market breadth 咧其實係上升嘅，但係個指數嘅走勢咧係下跌嘅。咁另外咧，52周正新高上面嚟講嘅話咧，亦都係見到啦，12月31號咧，其實大部分嘅股份咧，或者有一個正創新高嘅股份出現啦。咁但係個指數係下跌嘅，咁而即亦都係透視咗嚟緊1月頭嘅走勢咧，可能咧會有短線嘅交易日咧係會做得比較好嘅。咁果然1月2號咧個指數咧就係有個大升嘅情況出現嘅。咁我哋都可以睇實呢啲，除咗睇實指數嘅走勢方向之外啦，亦都要好睇實一啲 market breadth 整體大市資金流嘅一啲嘅指標嘅。好，咁睇完港股嘅分析啦，就睇下美股啦。
咁美股嘅走勢咧，指標咧就相對上面嚟講咧，未必有港股咁凌厲啦。咁我首先睇下美股啦，美股嗰個走勢咧就都係近歷史高位啦，然之後回吐翻去20天線。咁暫時好啲嘅位置咧，就係美股嘅走勢咧，一直都係比較偏強勢嘅，喺20天線同埋50天線嘅樓上啦。咁但係個走勢節奏咧就會好中意咧跌穿50天線咧，先會有一個再延續升勢啦。當美股咧升得多，譬如話突破咗高位之後咧，都好中意做一啲嘅回吐。但係我就覺得呢啲回吐嘅走勢咧，就未必話會係出現一個好深嘅調整。譬如話進一步咧再跌穿呢個11月中嘅低位啊咁樣，咁往往都係一啲小調整，震一震咧，跟住有機會咧又會重拾升勢嘅。咁而比較重要一啲指標咧，其中一個指標咧就係 Fear and Greed Index 啦。其實見到咧個市場咧依然都係比較冷靜啦，比較保守啦。即使美股嘅走勢好好啦，已經逼近呢個或者處於一個歷史新高嘅水平啦。但係咧，散戶嘅信心咧都係比較保守嘅。咁啊，根據相反理論咧，散戶嘅信心咧往往同個指數咧會有個相反啦。因為我哋成日都會有個壞習慣啦，特別係新手啦，就係升得高唔敢買，然之後睇佢繼續再升，然之後走勢咧就繼續再升啦。然後再升上去咧，我哋就更加唔敢買貨，因為覺得錯過咗買入嘅時機。而有貨嘅心理咧，又會覺得賺少少咧，好容易咧，因為賺少少就想食咗糊先，咁啊導致到咧個指數咧就不斷越走越高。我諗唔少嘅朋友仔咧都係因為咁樣咧錯過咗2023年啦、2024年啦、2025年咧成段美股嘅升勢嘅。咁好多投資者啊、朋友仔啊，其實咧都會有一個或多或少咧都買過美股噶啦。咁好多人咧都會問佢美股賺得比較輕鬆啦，定係港股賺得比較輕鬆咧？好多時候嘅答案咧都係美股賺得比較輕鬆嘅，美股比較容易賺到錢嘅。但係往往咧美股嘅倉位咧又唔係佔得多嘅，因為點解咧？因為就係好多時候咧美股嘅賺嘅獲利咗嘅錢咧，一旦有獲利嘅情況咧，就好容易咧就減少個倉位，冇保持喺個市場上面咧一定嘅 position。我哋要好重要留意翻，其實投資咧係 stay invest 嘅，係保持投資嘅。千祈唔好咧，因為蠅頭小利咧，就錯過之後巨大嘅升浪。如果大家真係想學好一套點樣去乘坐長期趨勢，成為長期升浪嘅贏家嘅話咧，我哋下星期三咧有個免費嘅入門班。咁畫面咧有個 QR code 啦 ，description box 咧亦都有個連結嘅，俾大家去報翻個名。呢個入門班咧會有3個錦囊咧去送俾大家。第一個錦囊咧係乘坐長期趨勢嘅投資方法，第二個錦囊咧用我哋獨家指標嘅韭菜線咧去揾出潛力嘅倍升股嘅。一旦我哋揾到倍升股，而且又可以長期乘坐佢嘅話咧，咁會令到我哋長期投資收益咧做得非常之好嘅。第三個錦囊咧就係獨家嘅指標，幫助判斷牛市同埋熊市。如果我哋能夠喺牛市嚟到嘅之前咧，去把握到，去判斷到究竟呢個機會大唔大，而且熊市嚟之前咧，我哋又可以咧將我哋嘅倉位咧因應去調節嘅話咧，咁喺個股票市場上面咧，我哋嘅回報啦，同埋咧我哋嘅心理咧、心態咧都會控制得比較好嘅。咁大家如果真係有興趣嘅話，記得喺 description box 嘅連結啦，同埋畫面嘅 QR code咧可以掃翻去報翻名嘅。好，咁我哋翻嚟美股嘅走勢上面啦。咁我睇完呢個我哋其中一個指標啦 ，Fear and Greed Index 之後咧，我哋就睇 Market Breadth 啦。Market Breadth 咧有一個少少轉弱嘅情況出現啦，暫時喺 44.49% 啦。雖然咧個趨勢咧有少少轉弱，但係咧其實個數值係唔錯嘅。唔知大家啱啱記唔記得港股嘅 Market Breadth 咧只有30幾%，而美股嘅 Market Breadth 有幾多隻股份高過自己50天線咧？係達到40% 以上，而且係一段時間嘅啦。咁所以相對整體大市嘅資金流上面咧，美股係比較充裕少少嘅。咁再睇埋52周淨新高同埋淨新低嘅狀態啦。咁相對上面嚟講咧就唔係太好啦，因為12月31號咧有個淨新低嘅情況出現，創一年新低嘅股份咧比創一年新高嘅股份咧係多出219隻。咁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啦？其實港股嘅開局啦，喺12月31號嗰一日咧，係 Market Breadth 同埋52周淨新高咧都有個牛背馳，即係話市況比起指數好嘅情況出現。但係美股咧相對上面嚟講咧，市寬咧就唔係做得特別好，指數咧亦都比較偏弱。但係往好嗰邊睇咧，就係美股整體嘅走勢咧都係比較強勢，而且咧散戶暫時嘅個態度咧都比較偏向保守，所以可能美股即使出現一啲短線嘅調整咧，都未必話會引發一啲更加嚴重嘅風險，反而調整咧係可能係一啲買入機會都唔出奇添。好，講完港股美股嘅走勢啦，講埋可能比特幣嘅走勢啦。
咁比特幣嘅走勢咧，相對上面嚟講已經係低位徘徊一段時間啦。咁而最近咧，比特幣個 market breadth 有輕微嘅上升，不過咧都只係去到17% 左右。咁暫時咧，我哋嘅分析咧都係依然維持住比特幣咧已經去到第4年週期嘅最後嘅牛市嘅頂部之後嘅調整週期啦。咁有機會喺未來嘅半年啦至到9個月嘅狀態咧，都係一個熊市一浪比一浪低嘅格局。咁如果大家個倉位咧，相應嘅倉位咧仲係比較多嘅時候咧，就要小心去注意翻啦。咁啱啱嘅指標咧，可能相對上面都講咧都比較複雜啦。呢個影片咧都唔能夠一一咧同大家去講解嘅。咁如果大家真係想學好一套指標啦，同埋投資嘅系統嘅話咧，記得報名翻下星期3嘅免費入門班，會有3個錦囊係送俾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帶走嘅。咁下星期3同大家見面啦。好，分享完一啲短線嘅走勢啊，同埋各種指標嘅分析之後咧，我哋又講到我哋2026年咧，其實有3大主題咧，我哋都係值得注意嘅。呢個係一個比較中長線嘅分析啦。咁大家如果有想知道2026年咧成年格局咧，我哋有啲咩要注意，應該個市會點走噶啦，咁啊要記得去留意去聽啦。咁呢3大主題咧，第一樣嘢就係 AI 同埋科技嘅創新啦。其實呢個主題咧喺過去2024年啊、2025年啦，一直延續住嘅。咁好大機會咧2026年咧，亦都會繼續會見到呢個機會嘅延續啦。咁相信由 AI 推動嘅科技股啊，譬如半導體啊、軟體啊、數據啊，或者雲端嘅領域咧，其實受益都會係最大嘅。主要就係因為AI 巨型科技企業嘅資本開支提升，預期整體嘅板塊咧可以達到20至30% 嘅年化回報。留意住 NVIDIA 嘅供應鏈咧，或者相關嘅股份咧，其實都係好值得去關注。中長期嘅成長嘅潛力咧，亦都係非常之強。但係調翻轉睇啦，因為我哋已經係連續2-3年咧，已經係喺 AI 嘅板塊上面咧，被受到好高嘅關注度。所以風險咧，暫時就係 AI 咧，依家有好多嘅估值水平咧，都係非常之高。NVIDIA 嘅市盈率咧，長期都係50左右嘅。咁有啲個別股份咧，譬如 Palantir 咧，市盈率咧更加去到100至200倍。咁高嘅估值，會好容易因為一啲突發嘅消息咧，而產生咗巨大嘅波動嘅。雖然 AI 嘅中長線啦，我哋嘅前景咧依然都係非常之樂觀啦。但係問題咧就係點樣應對短線嘅一啲波動啦，譬如話中美嘅一啲貿易戰啦、晶片上面一啲關稅嘅問題啦。過去一年啦，我哋都遇到好多因為政策上啊一啲唔同法案啊，對個市場產生不確定性，然後咧股價就會大幅波動。所以如果我哋先喺心理上面啦，我哋嘅知識上面咧有所準備嘅話咧，當呢啲嘅新聞呢啲消息出現嘅時候咧，我哋都可以準備好嘅心態應對嘅。第二點咧就係固定收益同埋債券市場咧可能會出現一個好大變化。咁過去2-3年嘅高息時間啦，個市場其實已經習慣咗，亦都可以睇到啦。咁高息嘅情況之下咧，聯儲局即使保持住大概4厘嘅一個利息水平咧，但係個市場咧並冇出現話好似2022年嗰陣時咧一個好深嘅調整。市場適應咗呢個高利息嘅情況之下咧，就能夠繼續上升啦。呢個亦都係成日同大家分享嘅。其實市場最怕咧係不確定性。當不確定性咧呢個因素清除咗，或者我哋已經接受咗、習慣咗嘅時候咧，市場咧又會重新繼續去向上升。咁而嚟緊咧就有一個好大嘅不確定性出現。其中一個咧就係特朗普咧將會任命佢嘅親信咧成為聯儲局嘅主席。喺2026年嘅5月份咧，鮑威爾咧就會完成佢任期噶啦。咁而上台接力嘅好大機會咧，市場咧都會認為係特朗普嘅傀儡，會完全執行特朗普嘅意志。呢個咧就係市場最擔心嘅，因為好擔心咧特朗普會再有啲瘋狂嘅操作。2022年咧，我哋經歷過一個快速嘅加息，因而產生不確定性。雖然喺呢幾年咧，我哋不斷去祈求減息，但係其實減息如果太急促嘅話咧，亦都係唔好嘅。咁2026年嘅5月份，鮑威爾任期到咗之後咧，市場咧有機會都會擔心特朗普任命嘅聯儲局主席咧會有好大嘅不確定性出現，會唔會減息過急咧？會唔會息口嘅政策咧好似特朗普咁舉棋不定，令人無所適從咧？呢啲不確定性咧都會令到市場咧好大機會咧會有所調整嘅。咁所以咧我哋咧都可以注意翻啦，今年5月份之前咧個市場咧會慢慢反映呢啲不確定性嘅，到時候要去留意翻啦。第三個主題咧就係比特幣嘅4年週期頂部回落啦。咁過去咧比特幣嘅4年週期咧都會有個頂位咧回吐70至90% 嘅，而比特幣喺2025年咧已經成為全球嘅投資主題。咁呢種嘅大型回落咧可能會令到全球嘅市場咧不太適應嘅，因而產生一定風險。但係同時咧亦都係一個好大嘅機會啦，因為比特幣你嘅成長嘅潛力嘅比起其他資產咧都為之高。
如果真係能夠有一啲比較大嘅回吐咧，可能係我哋賺到1倍至到幾倍嘅重大機會喎。好似2020年嘅低點啦，然之後去到2025年嘅漲幅，比特幣有超過500%。咁我如果2026年真係我哋由頂位咧回落70%嘅話咧，去到4至5萬蚊美金嘅話咧，咁根據翻4年週期咧，2027年咧又會再創新高嘅。咁大家咧可以到時留意相關機會啦。好，講完2026年嘅3大嘅主題啦，我哋又講下我哋最近啦，特別我哋學生上面啦，我哋嘅 community 上面咧，我哋都好關注一個機會。就係小米集團1810最近咧趁壞消息回落咧一啲買入嘅機會，其實呢個機會咧早喺一兩個月前咧已經同大家分享咗，咁而最近咧我哋都係把握到，大概嘅成本價咧係38.3左右咧買入咗小米隻股份，咁受惠住港股嘅開局啦強勁嘅上升咧，已經有5% 嘅浮動利潤啦。呢啲操作咧都喺我哋嘅群組之中啦，直接截圖分享咗俾學生一齊去交流。其實呢個機會咧亦都係學生嘅提醒啦。學生們咧係首先發現咗雷軍咧喺38.6左右嘅成本價咧去增持咗股份，因而咧令到我哋有一個提前準備部署嘅空間喺度嘅。所以今次嘅操作咧就能夠把握到一啲比較相對低位咧，去買入到小米集團1810嘅隻股份啦。咁究竟點解我哋有呢次嘅操作咧？同埋究竟小米咧有咩增長嘅亮點，又會唔會有當中嘅風險咧？依家同大家分析一下嘅。咁首先小米集團咧會有3個亮點啦。第一亮點咧就係電動車嘅爆發啦。2025年咧嘅交付咧係超過40萬輛，SU7嘅亦都係領跑住一啲高端嘅市場啦。咁市場亦都預期咧2026年咧會繼續高速增長嘅。第二個亮點咧就係業績嘅穩健啦。小米咧同時有手機啦、物聯網啦同埋電車3大業務啦。咁亦都見到2025年嘅 Q3 嘅營收咧亦都係做得唔錯嘅。第三個亮點咧就係雷軍嘅增持啦。2025年嘅11月咧，雷軍係自掏咗約1億港元咧係買咗260萬股，令到本身持股比例已經唔低嘅，再提升到去23.26%。咁作為管理層啦 CEO 去自己揞荷包去增持，而唔係透過公司回購嘅話咧，其實都反映咗公司嘅即係呢位嘅領軍人物咧對於股價嘅信心。我哋亦都係因為呢個雷軍嘅增持動作咧，因而開始部署小米嘅呢一次機會嘅。好，但係同時亦都有3大風險嘅，就係另一位創辦團隊嘅人物咧，林彬咧喺2025年嘅12月公布咧，就係2026年開始咧會減持39億嘅港元。咁對比起雷軍嘅1億港元增持咧，呢39億嘅港元咧就顯得都個沽售壓力都幾大下。第二個風險咧就係競爭嘅壓力啦，手機市場啦同埋 EV 市場咧，其實都出現咗放緩同埋內捲嘅情況啦。咁市場都會好質疑毛利率咧能唔能夠長期維持喺一個目前嘅水平。咁如果2026年咧再出現放緩嘅話咧，而又冇其他增長嘅亮點嘅話咧，咁好大機會咧股價就會受壓嘅。第三個風險咧就係一啲宏觀嘅風險啦，地緣政治啊、監管啊同埋經濟周期影響咧，小米嘅支出成本都係比較高嘅。咁綜合翻3大嘅亮點啦，同埋3大嘅風險啦，我係比較睇重林彬嘅減持啦，因為佢減持嘅買嘅股份咧真係比較多嘅。但係相對嚟講咧，如果參考翻林彬呢次減持咧，就唔似係因為睇淡，或者至少唔係一個短線上面嘅睇淡，因為你會見到咧佢係分開12個月係作一個平均減持嘅。似乎係個人上面嘅一啲嘅財務嘅調整，多過似係短線對小米股價冇信心。但係中長線咧就有一定嘅風險啦。雖然佢喺短線咧未必會構成好大沽壓啦，或者唔係一個短線上面嘅冇信心啦，但係中長線咧佢作為一個咁嘅決定咧，可能更加長遠嘅未來咧，佢會對於小米嘅走勢有擔心喺度嘅。咁而翻轉頭睇翻雷軍嘅增持啦，就似係一個短線上面有信心，但係就未必作為一個中長線表達到佢有信心嘅證據喺度嘅。所以暫時小米呢個操作咧，我哋咧都維持一個短中線嘅部署，同埋我哋嘅成本價咧都係盡量希望貼近翻雷軍嘅成本價，大概38.6。當高過呢個成本價咧，再加注嘅話咧，個風險其實唔細，因為大家都可以見到，大概喺42蚊嘅小米嘅阻力咧，喺上2次咧都未能夠突破。咁所以作為一個短中線嘅部署咧，我哋都會留意翻咧有冇一啲信號，譬如上一次小米見頂咧就係公司嘅配售行動出現咗。咁如果下一次咧公司再有一啲配售嘅行動嘅話咧，就好可能咧係我哋嘅獲利機會啦。咁如果大家都想學識一套有效嘅投資系統、投資方法嘅話咧，記得下星期3有一個免費嘅入門班 ，description box 亦都有個連結嘅。咁喺呢個捕捉牛市嘅入門班咧，會教大家3個錦囊，希望大家可以帶走佢哋嘅。第一個咧就係乘坐長期趨勢嘅投資方法。
第二個錦囊咧就係散戶指標啦，韭菜線咧點樣去揾出潛力嘅倍升股。第三個錦囊咧就係獨家指標，幫助我哋判斷牛市同埋熊市嘅。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記得畫面有個 QR code，description box 咧亦都有個連結嘅，咁可以去報名啦。咁今日嘅內容去到呢度先，我哋下星期再同大家見面，拜拜。